那你会承诺，就是说你会去选党主席吗？当时的说法是要选嘛，但是现在主席还没有辞，就没有所谓选的问题嘛，那将来我讲了，现在谁去当主席都一样，没有提出路线的论述，跟提出世代问题的解决，那谁来当党主席，这个党都不会有希望嘛。党的存在就是要让群众追随你有希望，然后将来取得政权，让人民过幸福快乐的日子。那这个党政权是不是能够维系两岸的和平，中华民国在国际的尊严，这个就很重要嘛。谁去当主席都没有意义。目前，第一个一定要先提出路线问题嘛。那党的路线是不是已经被否定了？或者说已经不符合这个选票市场？台湾现在是我们的中华民国今天可贵，就是在我们民主的核心价值。当民主核心价值就是以选票来做决定的时候，如果你的论述没有选票市场，那当然你就无法拿到政权嘛。所以党的论述这个时候就是你的路线是不是要有所调整？那党内是不是要做一个辩论？再来就是世代的问题，10万青年10万军，还有包括当年的辛亥革命10次革命，都是年轻人。年轻人是跟国民党站在一起，国民党也是年轻人创党而出的。那现在为什么年轻人离你而去？这就是党这个时候要去思考怎么再让年轻人的热血能够愿意投到这个国民党来。民进党一样，他在执政的时候，他并没有重视年轻人，只是到了选举的时候，他巧妙把这个危机提出来，造成年轻人是选择民进党，他并不是追随民进党。各不同的族群的声音，然后呢，对于世代问题，国民党要去面对；路线问题，国民党也要去面对。那就是大家都要吴主席下台哦。那韩市长他适合接党主席嘛？然后去选党主席嘛？还有你说什么？吴主席下台嘛？然后再就没有啊，现在这个是还没有发生嘛，对不对？这是中常会的权责，主席说他要向中常会负责嘛，那我们就看看这个最后结果怎么样嘛。那您认为这个韩市长他并没有提出这个，他现在就讲韩市长是先把高雄市长的工作做好嘛。因为现在过年快到了嘛，东防时间治安很重要嘛，所以这是他目前首要，而且他也讲得很清楚了。罢免是人民的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那现在的球是在中选会嘛，因为这个解释权就是说未满1年联署有没有效嘛？那如果没有效，就你们还要罢，那就重新联署嘛，那如果有效，那就等待选举。就是这个制定投票日就去面对嘛，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必须面对人民的直接权利，而不是像公投，人民直接公投通过了，你竟然用国会的暴力再把它修成与人民公投意志不符合的法令，这个就违背民主的核心价值嘛，我们不会这么做的。